针对军公教的年改已经实施6档啊，立法院国民党团是有意要修法，目前有20个版本，其中有要求恢复军公教的年金，不过权术部是认为讲，那安尼做这退抚基金恐惊得提早4年至5年就用了，无建议修法。 立法院民进党团提成功厅这个审查的房下，国民党团是反击，提出停止提年金、讨回公道的牌下。军公教年改2018年修法通过了，已经实施6年。国民党纪律委立委甲党团提出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办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有20几个版本，要求停止个提军公教年改。 国民党团总调卜群基亲自督军，民进党团总调黄国昌虽然无提案，依然到场关心。民进党团是用人海车轮战。目前现行的规定，已经退休的公务人员年金的所得代替率上悬75%，上加45%，每年减1.5%，连续10年每年减少，一直到所得代替率变做上悬60%，上加30%。 而且年金加在职人员薪水调整脱钩，国民党团提案加年金重新对照在职人员薪水做调整，而且停止所得代替率一年比一年较少。我们的估算会造成基金用期的年限呢提早4到5年发生，那未来呢节省的经费的挹注呢将减少2800亿。因为现在整个是领的人比较多，交的人比较少，所以希望能够建立长久的制度来规划。是连结讲。 至即嘛，35年年资的公务员7成以上的退休金，已经是现职的人的薪水8成。目前所得代替率已经自75%降到67.5%。若是停止调降，退抚基金恐怕提早4年到5年用了。但是纳会不满，批评政府提2600多亿，军公教敢若是被放杀同款。可你写西里鼓，来拍拍说我爱你，砍你10刀。 然后说我是要保障你，不要忘了马英九时期124场的讨论会，蔡英文时期是25场的全国讨论。那现在2024的立法院，我们希望汇聚社会共识。民进党团是符合市政局的主张，在审查进程应该先召开公听会，认为军公教年改袂当阁行回头路。经民联也伫咧立法院头前抗议，反对年改倒退路。 这个国家不是只有退休公务员，你眼中难道没有年轻人？罗中强表示，国民党的提案恐吓予少年人排除掉原税收低福利的国家财政，扩大贫富差距。若是军公教有特权，会伤害社会团结。记者综合报道。